台南市中西區圖書館因為位佇台南歷史的核心區域，長期推展閱讀甲着保存地方文書的基地，透過多元的閱讀服務甲着文化的活動，讓市民更加認識中西區的人文風貌。即屆佇劉靜文老師關正讀冊好的作品，唔僅為圖書館增添特色藝術的典藏，嘛為古蹟圖書館增添文化的底蘊。請揭幕！哇，太棒了！再給掌聲！這是屬於我們所有市民朋友的藝術品。感謝咱劉靜文老師願意把他的工藝木雕作品，捐給我們中西區圖書館。也會未來會放在我們圖書館，我相信這也會讓我們的古蹟圖書館的空間變得更加的有靈魂，更加的有溫度。也歡迎市民朋友可以一起來圖書館來這邊看書，來看我們的這尊讀冊好的木雕工藝作品。那我們也為了擴大這樣的一個效益，公所也辦了共學的活動即日起只要我們的市民朋友來中西區圖書館，拿我們的學習單把它填好，再借5本書，就可以獲得我們的成功虎爺餅數量有限總共200份送完為止歡迎所有的市民朋友可以踴躍來一起參加上午的觀證儀式包括座位的民意代表、民政局的專委、北區區長以及座位的藝術家攏到場來出席。劉靜文老師除了分享作品的創作理念，同時嘛講到當初關正的緣由。中西區的讀冊其實是3年前，讓這個汪慶龍區長當時做區長的時候來出手這件代志。中西區的吉祥物是這個虎嘛然後串聯就是講要做一件作品在咱的中西區的區公所。不過就是講區公所的區公所有較舊啦所以即馬咱這個現任的蔡家武區長，我把這個意向、這個想法放在這個中西區的圖書館內底，用一個古蹟甲藝術的結合啦圖書以外，然後把這個中西區的圖書館做一個藝術的殿堂，然後大家來這搭，比如講看冊也好欣賞作品也好啦伊攏是一個真有意義的一個作品在這。讀冊好的作品，除了呼應圖書館推廣閱讀的理念，因為台語的諧音有讀冊好的含義，用親切又個富有在地特色的語感，傳達以冊為友、落地閱讀的精神。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